攻，对不对？首先呢，前2天也给大家讲过了啊，咱们发球之后啊，应该如何去做到一个还原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通过是吧，转换是吧？通过重心的转换，我们让自己的这个还原更迅速，对吧？通过侧对于球台是吧，边发边让人转换过来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。那很多朋友们说了，那在发了球之后，那对手给我们搓了全台。啊，他们很多说啊，对手基本给我不会摆短的，一搓都是长球。但是呢，往往这种长球我们再去拉的时候，在第一板啊，经常容易失误啊。特别是大家你们有没有去分析过一件事情啊？咱们跟对手去比赛，有的时候输的没头没尾的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什么？自己在去第一板抢攻的时候失误太多，很多球都是自己打丢的，并不是说对手把我们给打死的。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呢，今天晚上我也是再给大家讲一讲，如何咱们能够提升自己发了球之后在抢攻的这一板，第一板正反手拉球的一个什么命中率，好不好？大家想听吗？那今天晚上给大家讲讲第一个话题啊，正反手在拉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如何能够提升它的命中率，好不好啊？第一板其实大家你们要想啊，其实只要第一板我们能把握住这个机会，我们不要求说上去就爆冲。对不对？我们第一板是吧？只要做到什么呢？只要做到我能拉上台，对吧？我能拉上台，我能让对手处在一个防守的阶段就可以了。那个客服啊，你们这个毛球怎么摘呀？直接就拔是吧？我不会拔坏吧？这样怎么样？这样声音是不是还好了？现在声音可以了吗？现在声音可以了吗？因为可能今天这个。当时在下午给大家去录制这个课程的时候啊，可能这个当时外界声音有点吵，所以说就刚刚带了一个那个毛茸茸，我还难受呢，弄得我嗓子眼这里可挠实的慌呢啊，所以说呢我就摘掉啊，这样好了是吧？行，那所以说呢，今天就想大家提升一下第一板的命中率。其实我们第一板只要能够顺利的拉上台啊。不要求你的力量速度能有多大，只要这一下能够拉得稳，并且呢，弧线拉得好啊，我能拉得转，摩擦拉得好，其实对手基本上很少有能说直接反拉你，更多的什么，先去贴你一板，先去防你一板，然后贴我们一板之后，我们的机会才能干嘛？才能有机会去上手。有机会去连续，所以说呢，今天给大家讲3个话题。第一个，那我们第一板发球抢攻的抢攻如何命中率能高？那对手对手给我们贴防回来之后，我们的下一板的衔接怎么才能去快？然后第3个呢，就给大家讲什么？那接发球当中，我们肯定是吧，除了在摆短之外，大家可能更多运用的都是劈长。那我们主动去劈了长球之后，对手他也是什么？也是要拉稳。对吧？也能拉上台。那我们对手拉过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能够去做到一个什么正确的一个防守？如何形成一个主动的防守？然后呢，再转成我们自己的主动进攻，好不好啊？声音小是吧？那个，声音很小吗？啊，现在好了吗，朋友们？现在好了吗？刚刚可能是我一不小心摁到那个什么麦克风，可能哪个键了。现在也小吗？现在这样不小了吧，对吧？啊，可以，这样好了哈。好了，那就行，那就放心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去给大家现在讲讲这个话题，好吧？那咱们现在主播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，大家先帮主播先把这个点赞量先奔着5万冲一冲啊，要不然昨天晚上110万的点赞，现在几千个赞，我心里落差有点大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始讲课了啊。首先呢，发了球之后，我们第一板正反手的抢攻啊，大家要知道。大家要自己明确的清楚，自己发了球之后，你是正手的能力强，还是说反手的能力强？因为我们发了球之后啊，我们如果说想要用什么，用正手去抢攻的话，那我们再去从发球的站位上，以及再去发了球的还原上，一定就有一个小的区别，好，那我第一个先把这个镜头在这儿啊，我先从大家先去看看我，首先这个发球抢攻。你的抢攻一定要从什么？一定要从发球做起。咱们主播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，给大家聊一聊，咱们如何先把步伐能够衔接好，其次才是我们的剩下的拉球，好吗？来，现在先给大家去看啊，我们再去发球的时候，首先第一，
我们越想什么，越想自己的发球能够使得上劲儿，你得越得侧对于球台站位。那侧对于球台站位，避免就会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问题？你发了球之后啊，人呢站在那里，或者静止在这里，出现什么？发了球之后，对手一搓啊，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局面，好吧？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呢？首先，第一，刚刚给大家简单说一遍啊。首先，发球我们要学会利用自己的重心，对吧？重心前倾。重心在后，最后这一下，是吧？重心再压向前，它是一个重心前后前的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最后一步是右腿的力量往左腿进行转换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可以利用再去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力量的一个惯性，让我们自己整个人呢，你看，大家看，让我的右脚跟过来，顺便呢。启动起来，顺便启动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了这个方法之后，大家要知道，如果说我们发了球，想要拼命的用正手去抢攻，觉得自己反手比较弱，起板能力比较弱，我想用侧身正手去抢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大家看，那我们就要先保护好哪里？一定要先保护好我们的侧身位。就是如果说我去用正手去面对拳台，就说侧身位和正手位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一定要先保护侧身位，后盯这个什么？后盯正手位，一定要先往侧身去盯。所以说有个很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既然想要先保护好侧身位，优先让自己更好的侧身，那我们再去发了球之后，千万不要将自己的右脚完全的跟过来。大家去看，不要将自己的右脚，你看一发完啊，就完全的正对于球台了。那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？大家看到我这个感觉了吗？我的右脚只回到了哪里？我的右脚只回到基本上只回了一半。看到朋友们，我的右脚只回了一半，我就可以干嘛？可以继续再去侧身了。如果说你全转换过来，你的侧身的幅度要从这里到这里非常的大。那如果说我脚可以只回一半的话，回到这里的话，你看，那我从这里再去侧身的时候，它就会更加的方便。所以说，大家你们如果说是正手体系比较好，发了球可能优先想要去正手去抢攻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好自己这个发球，千万不要将自己的人完全的转换过来，更切记千万不要什么平对于球台去发球，这是大家正手好的朋友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们反手好的朋友。我们呢，可以在发球的时候正好就相反了，我们可以多过来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多过来一点的时候，正好我的人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样的话，球到了我们的反手，正好反手拉；球在正手，我们正好过去正手拉，也就更好的能用反手照顾好自己身前的这左半台，正手呢也比较方便的顾及的好正手的右半台。所以说，大家你们要知道自己的抢攻是想正反手更加的均衡，还是说我更想突出自己的正手，让正手抢攻的这种能力更强啊？反手我也用侧身去拉，正手我也去正手去拉，是吧？还有的朋友就像我一样，我发了球不太爱侧身，我发了球可能全回来，到反手拉，到正手拉。所以说，你先要明确自己的优缺点，你的体系，你才能知道你的发球的状态、还原的状态，你后边的拉球的状态，明白，朋友们啊？这个是大家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那好，那有了这个环节之后，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去聊一聊如何进行抢攻。那我先到那边去了，好吧？刚刚主播给你们讲的这个知识点，大家能够理解吗？能理解的，咱们先给主播扣个666，可以吗？能理解的先给主播扣个666啊！那我现在开始给大家去讲。那不管我们发了球啊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身位，不管我们用反手拉还是正手拉，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这个抢攻起板的这一下给它抢得稳，好吧？大家顺便咱们先把这个点赞量奔着5万啊，这个第一个小目标先给主播去冲一冲，等会儿给大家继续开始上福袋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先去模仿几个啊。大家再去什么发了球之后，对手这么一接，我们来不及拉球的一个状态，你就随便劈我拳台就好了。大家去看，我随便那么一发，这其实是很多朋友们一个状态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是什么呢？发了球这缺什么东西？大家看，
这是缺什么？这是缺垫步啊，这是缺垫步。所以说大家要知道，自己再去发了球之后，首先要通过垫步给自己上一板发球的动作、发球的身位做一个还原。那什么叫作为还原呢？啊，比如说我给大家去看一下，大家看。大家看我这个球，为什么我能有这么充分的时间去拉球，拉得不急不慢，不慌不慢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首先在发了球之后，我没有将整个人贴到球台上，而是主动两只脚发球干嘛？我往后颠了半步，看了吗？我往后颠了半步，这颠了半步是为什么呢？我们要为了保护好我们的长球，首先先要跟球台预留出一个什么？我们可以拉球、等球的空间出来，而不是说发了球直接贴到球台上。你直接贴到球台上的话，首先第一，你贴到球台，它是一个静止的状态，你哪怕脚步再快，你也要从静止再到重新动，也是慢的。那如果说我们脚步可能本身业余爱好者脚步步伐就没有这么的快，你还贴到球台上，最后一定是一个这种状态啊，这叫什么？拔不开手，拔不开手。大家看，那包括我去正手拉也是一样，我不管下一板去面对哪里的球，我先要去主动发了球，颠个半步。大家看，我刚刚拉的这种球，大家不要嫌质量低。这种球，如果说大家在比赛当中能够达到80%的命中率，就这个质量，你在比赛当中一场可以多赢很多球，可以多赢很多球。其实很多朋友们你们拉不好，包括你在平常练发球机等等的时候，你感觉拉得挺好的，为什么到比赛当中就脱节呢？就是因为你的抢攻大部分是从发球开始，你发完球之后，先要还原你的发球，先要做一个垫步，你才能够做到什么？跟平常练发球机一样的站位，对不对？那你想发完球这样啊，我们去拉，谁能拉得了？平常练都是在这儿练的，对吧？先做垫步，先做垫步啊。其次呢，朋友们，那既然我们预留这个空间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第一板抢攻的时候提升命中率。为什么能提升命中率？首先，空间大了，我们可以干嘛？我们可以有时间等球。大家你们有的时候失误多，就是什么？出手太仓促，出手太过于快。来，大家去看看啊，哎，我的没事啊，对吧？出手太快，其实很多朋友们拉球都是这个状态。那我们要什么？主动的将节奏放慢，放慢节奏才是提升你稳定的首要的一个法宝。你想要慢节奏，你先要给球留出空间，因为你在等球的时候，大家要知道，你在等球，球不是完全的垂直往下落，它是往你的身上也就是说往咱们的后下方去落的，这是它的运动轨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想要去把这个球能够拉好，那要根据球的轨迹要做到2点。第一个点是什么呢？是吧？球低了，我们先要做到什么？重心降低，将手共同带低。那球也往后跑了，那我们要学会什么？学会往后进行颠步、让步。这是大家你们很多必须要朋友们要注意的问题。那这个往后跑应该怎么去跑呢？给大家去看啊，很多朋友们在去往后跑的时候，必然会出现一个卡壳的问题，并且对手，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，我哪怕一个下旋，你看落了台子之后的轨迹啊，都是一个我同样的力量都是发了一个下旋，这是一种下旋，这又是一种下旋，你看。那他们两个的区别在于哪里？一个就是摩擦加的多，一个就是撞击加的多。摩擦加的多了，你看球落台根本不往前走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撞击加的多了，你看球它会拼命的往前跑。那所以说，你根本无法确定对手的这个什么落台之后，他是能够向我们身前能够走到多远，我们是不确定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需要怎么样？在不确定的球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用颠步去等球，用颠步去调节。很多朋友们在去判断球、等球、调节球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调节能力弱？因为你们调节的只有自己的手。调节节奏应该是利用小碎步、小颠步去调节自己的脚步。所以说，大家再去看，我现在发了球之后，你看，
看了吗，朋友们？或者说他直接给我发，这样方便一点。你看啊，看了吗？大家看有没有发现我的脚下是边等球的时候，特别我的正手拉是吗？边将我的右脚啊，包括我的左脚持续的向后撤开，持续的向后撤开啊，你正常都是有发好了。大家去看啊，看到这个状态了吗？持续的调整，持续的调整。很多朋友们，你们就是什么一步跨到位。一步跨到位，那一步跨到位的时候，你能跨得准吗？跨不准。球继续往前走，顶住你了；球很转，不往前走了，够不着了。就举个例子，你看，这是一步跨到位，一步把脚挪开了，啊，你看一步把脚挪开了，还是顶住；一步把脚挪开了，球不往前走了。举个例子，球不往前走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你看，你赢钱都赢不上去。赢钱都赢不上去，看到朋友们，所以说啊，脚下要用碎步去调节。什么时候确定了这个球到底是个什么样了，我们再去将我们的脚步停下来，将脚步、腿、重心压住、踩住。来，大家再去看看啊，比如说现在他就把什么啊，我把这种慢节奏持续的拉高调，包括球可能不往前走了，我继续迎前去做前冲。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这个示范，好吗？大家看到我感觉脚颠颠颠让，看了吗？脚颠颠颠让，哎，我的，你看这个球不往前走了，我可以继续迎前，看，我可以继续迎前，是不是朋友们？所以说脚步才是根，所以说大家再去提升自己命中率、拉球命中率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边等球边调整脚，并且你的脚步是持续的往后去调，因为等的时候，刚才也说了，球是往我们的面前跑，球是在追着我们跑，所以说我们边等球要始终往后让，一直和球保持一个是吧良好的一个发力的空间。其实你看这个道理，反手也是一样。大家看我再去反手拉的时候，我在等球也一样。大家看看这个球的节奏，我是怎么把它慢下来的啊？你看我是节奏怎么慢下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，我的，大家看到这个球的节奏，我是怎么给它慢下来的？就是我在边等球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我的左脚啊，我的左腿，它是在持续的往后侧，持续的往后移啊。你看，来再给大家来一个。看到了吗，朋友们？看到这个感觉了吗？对，碎步一定要去让，通过碎步让出你的拉球的空间，让出你拉球空间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，我们还要去注意什么？那就要注意自己在去拉球的时候，刚刚也说了，球不仅是往后跑，它还是在往下坠，越下转的球，球往下掉的越快。所以说我们在去等球的时候，你越想去把这个球拉好，越要把自己的重心去降低。来，大家再去看正手啊，我完全可以等到很低很低再拉，但是我等到很低的时候还想拉好，有个前提就是我的重心要一直跟随着球不断的降低，球越低，人重心越低。看到吗，朋友们？来，大家再去看啊，看球越低，人重心越低。反手也是，你看球越低，重心越低。啊，我可以等的再低一点，哎，我的，你看我再低一点都不要紧，只要我的什么重心能够下得去，这个球就能被我逮得住，是吧？但是很多朋友们，你们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你们节奏等不下来？因为你们在去等球的时候，只是将自己的手跟着放下去。来，大家再去看啊，你看就这个例，你看为什么一拉就下网？为什么一拉就下网？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球，我手是往下甩的很多了，沉到最低了，但是我的重心依然是一个比较高的状态。大家你们自己去看，当我的手想要去调节上下的时候，它一定是有个极限的。为什么？
我重心就保持这么高，我没有动，我的胳膊又长在我的身体上，所以说我的手能够放多低，就只能是取决于我胳膊有长多长了。所以说你看我胳膊不是很长，所以说你看我在这么高的重心之下，我的手最多就放到这里，也就是说什么，基本上平齐于台面，或者微微低于一点台面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想要去降低，怎么能降低？大家看，我人下来了，我的球拍才能够去放得更低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为什么感觉很多朋友你说我点也等了，手也放低了，为什么感觉节奏还是很慢，反而越低越不好拉呢？就是因为你重心没下去。看，这就是什么？要丢球了，这就要拉不上去了，看了吗？拉不上去，那怎么重心？看了吗？看到这个感觉了吗？重心。看到这样去拉了吗，朋友们？哎，对啊，所以说你看反手也是，是吧？很多朋友们见球来了，想慢点拉，手掏得很低，你看，全这样，对吧？手放得很低，没有用，腿重心下去，这样就好拉了，这样就好拉了，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，朋友们？那这个就是咱们第一板抢攻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的核心。给大家总结一下：通过碎步持续向后让空间。什么时候要出手了，你的脚什么时候基本上可以快停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等节奏的时候，不仅脚要往后让，要边等球边降低自己腿部的重心，人的重心，并不是光将自己的手单纯的放低。所以说，大家你们再去拉球，注意好这2点，你们才能真正将自己的节奏慢下去。你节奏慢下去了，你就会逼迫自己练好什么呢？练好自己的摩擦。来，因为你这么低了，你总不能前冲了吧，对不对？你只能去加摩擦，被迫也得加摩擦。你看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，你重心低了，节奏又能好。还能逼着自己练习自己手指手腕的摩擦，找这种蹭球摩擦球的感觉，你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大家你们平常失误，我就告诉你们为什么失误，是吧？又说脚踩不住，又说重心下不去，单说白了就是什么，都是节奏太快。你们所有的失误90%真的不是动作做得不好，而是1脚步不到位，2重心降不下来，所以说节奏慢不下来，你出手仓促导致的动作不完整，从而导致的失误。明白吗，朋友们啊？等会儿我会教给你们，来不及退的时候会怎么办，对吧？对手正常凑过来，我们肯定是什么？越慢越好，越重心越稳越好，越低越好，节奏越放慢，拉的才能准，快准狠。先把准做好，你再说狠的事儿。行不行？哎，对，所以说调节奏不是说我光用脑袋眼睛看着球等一等就好了，它是有碎步调节和重心降低共同去做到这个慢节奏的，理解了吗，朋友们？来，咱们理解。